校長、副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我係 2B 班葉希妍，今日又嚟到我哋校園電視台嘅早會。首先，俾我哋有一個安靜嘅時間，以祈禱開始今日嘅早會。將時間交俾樂道中學校牧周鳳明傳道小鳳姑娘為我哋祈禱。黃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返到嚟學校當中，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感謝你讓到我哋返到嚟學校嘅當中。知道咧近日咧都好凍啦，求主都叫我提醒我哋懂得保暖亦都學習照顧自己、照顧別人。求主咧都保守學校嘅同學。知道咧中午嘅同學咧仲喺上海去參觀考察。求主你都保守佢哋嘅腳步，讓到佢哋能夠平安，能夠咧返到嚟香港。求主都保守，亦都有中意嘅同學，下個星期咧會去到多元智能嘅躍進計劃。求主你都保守佢哋有平安嘅心，亦都有好嘅準備學習咧去照顧自己，並且咧係扶持別人。亦都去聽從咧教官嘅説話，去咧訓練自己嘅紀律，亦都咧學習咧有新嘅挑戰。求主你都幫助各個同學，亦都喺學校嘅學習嘅裏邊能夠專注，能夠投入。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得勝名字祈求，阿門。唔該晒小鳳姑娘，今日我哋好開心有馬玉龍老師同埋周月偉老師同我哋分享，將時間交俾兩位老師。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早晨，我係企會財科嘅周 Sir。係，各位同學早晨，我係數學科嘅馬 Sir。馬 Sir，我上學年咧聽過你嘅分享咧，都估唔到原來你細個咧係一個同而家好唔同嘅人嚟嘅喎。我都係㗎，其實我以前都幾曳嘅。上次我分享嘅時候都講過少少，不過咧因為上次嘅時間唔係好夠啦，今日可以講多啲俾大家聽嘅。咁講下我初中啦。咁我初中嗰陣時咧，其實真係好曳嘅。咁口多啦，口衰啦，成日串人啦。咁又會講粗口啦。咁我諗講粗口唔係淨係普通日常生活啦。咁就對住啲朋友都會講粗口嘅。其實除咗講粗口之外，我仲有好多惡習嘅。例如話我放學會約啲同學去賭錢啦。咁除咗賭錢，其實有試過食煙啦。咁可能有啲同學真係想像唔到。咁除咗食煙、賭錢，咁我嗰陣時同屋企人關係唔好啦。我試過因為同屋企人嗌交，咁我試過離家出走嘅。其實所以嗰陣時嘅初中生活都會唔開心，又或者會有好多嘅惡習去令到自己所謂嘅快樂啲啦。咁但係呢啲嘢其實基本上屋企人都唔知，又或者學校都唔知嘅。因為我屋企人面前或者學校嘅老師面前咧，我都會扮乖，係一個好乖好好嘅學生嚟嘅嚇。咁所以冇乜人知道我心底裏邊嘅嘢。直至到去到中四啦，咁我上次講咗去到中四一個福音營裏邊決志信咗耶穌。咁喺嗰次之後咧，我就完全唔一樣，因為我覺得耶穌真係可以令我改變咗我成個人。我唔單止唔再講粗口啦，戒晒所有惡習。就正因為咁，所以好多朋友、好多同學咧都覺得我嘅改變，所以咧願意同我真係真心咁做朋友。因為當其時其實喺信耶穌之前，我嗰啲所謂朋友都係啲酒肉朋友、豬朋狗友嚟嘅，都係啲做埋啲衰嘢。咁但係自此之後咧，其實我都冇再同我啲同學一齊啦。咁我就另外結交一啲好啲嘅，真係專注喺讀書上邊嘅朋友。咁我嘅初中嘅生活就係咁樣啦。不如咁啦，我又想聽下周 Sir 你講下喎。好啊，其實我咧都係係一個好同而家一樣咧，都係一個頗 I 嘅人嚟嘅。咁其實初中嘅時候咧，都冇馬 Sir 嘅生活咁精彩啦咁樣。咁但係我就其實讀一間天主教學校，一早已經聽過耶穌噶啦。由小一開始咧，已經每日去念經咁樣啦。但係其實從來咧都唔係好知啲經文講緊啲乜嘢嘢啦，亦都冇去好深深咁去領受呢一啲嘅聖經故事啊咁樣。咁成日就會覺得可以用自己所有嘅力量去解決問題啦，即係例如功課做唔切咪通頂咯咁樣，或者係拖到假期最後一日先做功課啊，咁咪就諗求其撩啲嘢落去交咗佢就算啦咁樣，都係諗住自己解決到問題㗎啦咁樣。咁都幾自我中心嘅，其實諗翻係咯，即係去到真係自己處理唔到啦，先至臨急抱住耶穌隻腳咁樣去祈禱啊，呢樣嗰樣啊咁啦。咁當然都唔係一個好嘅信徒啊咁樣。咁到我成長離開咗學校之後啦，
咁發覺其實呢個社會咧都真係唔係圍住自己轉嘅喎，唔係話自己想做到就做到，好多嘢都係唔係好似預期咁樣樣啦。即係好似例如你喺相信嘅人啦、相信嘅事情啦，其實都可能有一日會令你失望，有一日會令到你發現原來係真係唔係咁可信。咁於是乎有一年聖誕節咧，我諗起聖誕節原來係耶穌嘅生日嚟嘅喎，咁樣咁我提醒翻我其實咧，我係有即係有認識過耶穌嘅咁樣樣，我可唔可以認識多佢多啲咧？可唔可以去依賴佢咧咁樣樣？咁於是乎咧，我就喺屋企附近揾到間教會行入去啦咁樣樣。咁第一次行入教會咧，其實身邊嘅人咧都係啲比我年長非常之多嘅，係啊，即係都差唔多全部都白頭髮咁滯嘅咁樣樣，即係都係頗尷尬嘅，仲要介紹新朋友咁樣樣咧。你喺邊啊咁樣，跟住好尷尬，即係對於我人嚟講簡直係地獄啦咁樣樣。但係好幸運咧，咁就有傳道人去 approach 我啦，咁然後到最後咧，佢帶咗我去一個咧相同年齡層嘅團契咯。咁其實同馬 Sir 一樣咧，我都覺得有一班係好嘅朋友咧係好重要咯。即係大家喺主裏面咧，就係有一個主內弟兄姊妹嘅關係，而呢一班同朋友咧係同我一齊去喺主內嘅喺主內行走到今時今日咯，都係成為一個支撐我生活嘅力量。聽完阿 Alvin 講，咁啊，大家對我哋兩個都有啲認識哦。咁我發現雖然我哋兩個故事好唔同，但係有一樣嘢咧係共通嘅，係相同嘅，就係我哋過去點樣都好啦。咁我哋到而家咧，其實都已經唔同咗啦，因為我哋信咗耶穌，我哋嘅生命都不再一樣。所以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節嘅金句。呢個金句就記載喺哥林多後書5章17節，不如我哋一齊讀啦。好。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希望各位同學咧，有一日都能夠成為一個新造嘅人啦，有同伴一齊同你一齊喺主裏邊嘅恩典咧去行走。以下有一首詩歌咧，想送俾同學，請同學咧細心欣賞。明天怎麼，你還是不知道。越想得到的，總會得不到。人生就像一片雲霧，出現小時就不見到，何必計較那得失終老？在這幽谷之中，我宣告，不必怕，因有你同在。別人笑我為什麼等待，因我知道盼望因你而來。耶穌捉緊我雙手，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，讓我可清心見你面時，我必得見光。耶穌捉緊我雙手，仰望那財寶在天上，愛慕神的抱着平安，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。好多謝兩位老師嘅分享，今日嘅早會就嚟到呢度結束啦，將時間交翻俾各班嘅班主任，拜拜。